囡仔撒母耳伫以利的面前服侍耶和华。当遐个日，耶和华的话真稀罕，无常常有启示。一日，以利困伫家己的所在，伊的目睭已经雾，看袂明。上帝的灯也袂花。撒母耳已经伫耶和华的殿，伫上帝的约柜遐得困。耶和华叫撒母耳，伊应讲：“我伫遮。”就行到以利遐，讲：“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”以利讲：“我无叫你，你转去困。”伊就去困。耶和华阁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：“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”伊应讲：“我的囝，我无叫你，通阁去困。”彼时撒母耳也袂捌耶和华，耶和华的话袂有启示伊。耶和华第三摆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：“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”以利才知是耶和华叫囡仔。对安尼，以利甲撒母耳讲：“你阁去困。伊若阁叫你，你就讲：耶和华，请你讲，你的奴仆听。”撒母耳就去困伫伊的所在。耶和华阁来徛地，亲像前几落摆叫：“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！”撒母耳应讲：“请讲，你的奴仆得听。”耶和华甲撒母耳讲：“看，我伫以色列中要行一项事，互听见的人两个耳孔要潮起来。我论以利的家所讲的话，所讲的到迄日头到尾，我要应验伫伊。我捌甲伊讲，我要为着伊所知的罪，永远审判伊的家。因为伊的囝家己招咒詛，伊也无禁止因，所以我有对以利的家咒詛讲：以利的家的罪过，虽然祭司礼物，永远袂为赎回。撒母耳困到天光，就开耶和华的殿门。耶和华毋敢将异象甲以利讲。以利叫撒母耳讲：“我的囝撒母耳啊！”伊应讲：“我伫遮。”以利讲：“耶和华对你讲啥物？求你毋通隐瞒伫我。若将伊所甲你讲的对我隐捌一句，愿上帝加倍责罚你。”撒母耳就将遐的话拢甲伊讲，也无对伊隐瞒。以利讲：“是耶和华，愿伊照伊所看最好的来行。”撒母耳渐渐大汉，耶和华甲伊伫地，互伊所讲的无一句无应验。对但到别西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知撒母耳受设立做耶和华的先知。讲道，请陈美玲牧师讲道。题目是，请讲仆人敬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囡仔撒母耳听见上帝的声，接受上帝的呼召，是咱真爱听，并且嘛，互咱真欣赏的一段记载。咱也认为，我若会当亲像撒母耳遐尼啊清楚听见上帝的声，我就有气力来接受呼召，来随在上帝的差遣。但是，敢真正遐尼啊简单？因为伫圣经内面，上帝的呼召拢是发生伫上艰难的时代。伫安尼的时刻，这个人虽然听见上帝的声，但是因知影接续落来会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有的人会逃闪。亲像摩西，上帝呼召伊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但是伊认为伊家己口才无好，阁无胆，所以不断伫遐推辞。因为伊知影，伊若接受即个呼召，面对的就是迄个法老王，也是遐不断怀疑伊的同胞。也有人接受上帝的呼召了后，是直接来拒绝的，亲像约拿先知，伊互上帝呼召，爱去以色列的对敌尼尼微城，伫遐叫遐人悔改离开罪。但是理性甲伊讲，伊一声气无死嘛半条命。接受呼召这个人，等待伫伊面前的就是，毋是遐大富大贵，毋是一件顺事。伊若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摆伫因头前的就是恶行，互人惊吓的路。若是安尼，你敢会欣赏呢？所以咱毋通将撒母耳听见上帝呼召这个记载美化，诚做是一个温馨的囡仔的故事。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是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，
撒母耳面对的是一个四周围的人拢离开上帝的环境。咱若看士师记，就会当知影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兵来兵去，顺利的时，因就背逆袂记得上帝，随在外族去拜其他的偶像。等到惨害啊，才知影讲转来上帝面前，然后上帝怜悯，兴起士师来带领因离开外族的路。但是情形是愈来愈歹。伫今仔日经文有暗示伫当时的情形，当时真罕得有对上帝来的信息，无定定有启示，这非常的奇怪。因为伫旧约的时代，上帝是一位会讲话的上帝，伊的话带出创造的气力。伫诗篇有讲，上帝一个讲，宇宙就出现；伊一下命令，万物就形成。另外，上帝嘛对人讲话，亲像伊对亚伯拉罕讲话，对雅各讲话，对摩西讲话，对遮个士师讲话，遮个话嘛指示人头前的路。但是到伫撒母耳囡仔的时代，迄时以色列人无王，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，百姓无顺服，逐人照家己想要爱去行。但是上帝无讲话，无表示上帝就承认，上帝就接受人的行为哦。反正上帝无讲话，这是上恐怖的惨景。因为就亲像圣经所讲的，无上帝的指示，人民就放纵。当上帝唔愿意出声管教，就亲像咱对一个人切心狗，爱随在伊去啊啦。所以伫迄个时代，既然人无要听，上帝就无搁出声。但是上帝的听无强真，伊无完全来放弃人。第3节甲咱讲，上帝顶要得道，上帝顶点伫圣所的内面，这个所在只有祭司才会当入去。所以祭司半暝啊，因爱值班，爱去维持这个顶。无油的时爱添油，灯芯长的时爱修整，互灯袂花。照理讲，这个做祭司的以利，伊应该伫圣所敬请照顾遐个灯，但是以利竟然将这个重要责任交予新学生撒母耳，家己较伫家己的房间伫困。当然，以利年老，身躯虚懒，目睭蒙雾。倒伫眠床情有可原，但是伫遮毋那是显出伊年老的问题，伫遮是讲伊的灵性嘛出问题啊，并且是一段真长的时间已经出问题啊。所以以利伊才会误解撒母耳妈妈的祈祷，认为讲汉娜是啉烧酒醉伫遐嗷念。咱嘛看见以利的灵性已经衰烂。所以，伊无力管教因两个后生，互因伫遐学白来。以利嘛已经真久无听见上帝对伊讲话，才伫撒母耳第3摆听见上帝的声了后，甲认出讲迄是上帝在讲话。所以咱看出，连服侍上帝祭司拢安尼啊，其他百姓的灵性就毋免讲啊。但是伫遐尼啊败坏的时刻，上帝顶要得到，是上帝互即个顶继续得到。伫无人照顾的情形下面，竟然无花，这是上帝的怜悯，是上帝替百姓伫黑暗中指出光明的一条活路。伫上黑暗的年代，上帝要无离开，上帝继续伫做工。所以伫即时，上帝需要毋是一个精英，上帝需要是一个愿意grund地顺坦伊话的人。当时的撒母耳只有12岁，犹太人认为12岁就是一个大人，但是撒母耳到底又是一个少年人，所以伫暗时伊的肉体真软弱，伊就困去啊，并且经文嘛甲咱讲。
撒母耳对以利遐学习律法，但是伊要未甲上帝建立关系，伊要未对上帝遐得到启示。所以撒母耳伫人的标准看起来，伊毋是一个完美的人选，但是上帝较拣选即个囡仔来进行改革。所以咱嘛看见上帝的呼召，无分年龄、地位，无看经验，也是成就。当伊找到忠心、愿意顺担的萝卜，伊就会用人所想袂到的方式来呼召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想过上帝的呼召会临到你？这个呼召可能毋是去读神学院的迄个呼召，嘛毋是去做宣教师的迄个呼召。这个呼召看起来嘛，敢若毋是遐尔伟大，甲大使命嘛无关系。但是你敢愿意伫搅扰、复杂、黑暗的环境，安静心去听上帝的声咧？你敢愿意顺探伫各方面装备家己，来接受上帝随时的呼召咧？因为每一个时代，拢需要有人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咱即个时代无比撒母耳的时代搁较好，但是上帝的工人伫倒落咧，所以上帝非常的着急。伊看见上即个百姓惨淡的一个灵性的状态，伊不断地呼求人，所以伊4摆伫遐叫撒母耳，撒母耳。伫救恩的历史的内面，上帝嘛不断地呼叫。阿要来喊，阿要来喊，摩西啊摩西，扫罗啊扫罗，上帝的呼召忠复搁紧急，伊毋望人会当听见伊的声，然后来回应。咱嘛会当伫经文内面看见回应上帝呼召的人的一寡特质。亲像撒母耳有伊的第一项就是伊的警醒。因为有的人困去的时是安怎叫拢叫袂醒，但是上帝一出声，撒母耳伊就听见。另外，咱嘛看见撒母耳伊忠心、顺坦、佮温困。当伊掠做老师以利在叫伊，伊就起床，毋是毋甘愿的，慢慢啊行去找老师哦。伊是走去找伊的老师，以利问讲：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几啊摆以利拢讲，毋是我无咧叫你，但是撒母耳伊不厌其烦，伊无生气，拢紧紧走去以利遐，问老师讲：老师，你有啥物代志咧找我？咱看见以利即个老师，伊的灵性虽然无敏捷，但是好佳在伊要相信上帝是活的上帝。所以第3届了后，伊意识到这是上帝咧讲话。所以，伊教撒母耳安怎回应？你搁去困，伊若搁叫你，你就讲：上主啊，请你讲，你的奴仆在听。你的奴仆在听，是奴仆伫面对主人的话的时的一个用语，意思就是讲，恭敬的听，然后准备好家己，随时去遵行即个主人的命令。听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。伫《申命记》6章第40到第70有记载讲，以色列人要注意听，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恁要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，要记伫心内，嘛要温存教示恁的囝儿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倒地也是起来，拢着念好听。听，毋是讲即耳入去，迄耳出来听，是爱记伫头壳内，爱去实现出来会听。就亲像是一个奴仆，当伊听见主人的吩咐，就爱记伫，然后去实行。撒母耳会听，甲以利2个后生会听。产生非常大一个对比。伫第2章，以利有考劝伊2个后生讲：“哎呀，你毋通阁继续行歹。”毋过这2个人毋肯听老爸话，
但是撒母耳伊听上帝的话，伊听以利的话，然后伊愿意去行。伊听上帝的话，咧成做伊先知这份的开始。所以对撒母耳的听，互咱看见，罗卜是伊的位置，敬听是伊的态度。服侍主的人，伊若无徛伫正确的位置，伊若无存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是无法度成做上帝的器具。所以咱看见上帝呼召临到撒母耳的时，是搁紧搁清楚。但是安尼声，敢有临到我？有一个公司伫应征无线电操作员，所以有一群人等伫遐准备要面试。毋过因拢无注意到讲，伫放送机迄个扩音器传出来一个滴滴答答的声音。突然间，有一个应征者就走入去迄个经理的办公室，无偌久，伊就出来，对其他应征面试的人讲：“我互录取啊！你哪会较早比阮互录取咧？”遐人拢感觉真奇怪。迄个人回答讲：“恁拢伫开讲，无注意即个扩音器传出来的信息。即个传出来的电码发出信息讲。”那第一位知影这段电码伫讲啥的人，紧入来办公室，就会互录取。这个人用安静的心，用灵敏的耳去听见这个电码的声音。上帝的声嘛，透过圣经，透过圣神，透过咱的祈祷，伫向咱讲话。但是咱灵性敢有灵敏到会当去接受上帝的呼召咧？也是咱根本无存一个敬畏的心，直到属灵的接收器暗淡，无法度搁去接受上帝的声咧。当然，咱会听见真侪声。当咱听见声音，咱爱向上帝来求印证，因为魔鬼也会对咱来讲话。所以咱需要搁较侪祈祷，因为若是上帝允准，上帝引带会哪来哪显明。撒母耳伫第4摆回应上帝呼召了后，第一个考验就出现啦。上帝爱伊将一个插耳不幸的消息来宣告，予伊的老师以利知影。伫迄日，关系以利的家，我所讲的代志拢会实现。我有甲伊讲，我要永远审判即家。伊知伊的囝有犯应该受咒诅的罪，阁无甲伊谴责。所以我对以利的家咒诅，以利即家的罪，用生礼祭物嘛袂当得到赦免。哇，足严重的一个罪。虽然上帝进前已经甲以利讲过这个话，但是叫一个12岁的囡仔，按伊的老师讲出安尼的宣告，实在是一个真残忍的一个考验。因为一个祭司的家永远要互上帝废除呢，这是要安怎讲出来的？若是你敢要讲？上帝也毋通啦，上亲近的人上歹讲，你叫别人去啦。但是这就是先知的角色，无论什么事，无论什么话，只要是上帝爱你讲的、爱你传的，你拢爱去讲。撒母耳敢有真勇敢一个就去讲？无，伊足惊的呢。这互咱看出，伊要是一个囡仔的本性。但是以利知影讲，上帝袂随便对人讲话，所以伊有一点半威胁，对这个撒母耳讲：上主对你讲什么，你毋通甲我隐瞒。你若将伊甲你讲的对我稳从一句，愿上帝加倍甲你处罚。请咱注意哦，以利教导撒母耳爱顺服。叫伊毋通隐瞒上帝的话，但是以利敢有安尼教伊的囡仔咧？伊无呢，伊无教伊的囡仔好好啊顺服呢，伊嘛毋捌对伊的囡仔讲严格的话呢。所以真可惜，以利虽然是一个真好的老师，但是伊较毋是一个真好的老爸，因为伊尊重伊的后生，过头尊重上帝。但是伊嘛非常清楚，因为上帝进前已经甲伊讲过啊。
上帝无阁伊讲话。上帝对撒母耳讲话，这表示上帝已经将伊祭司的职分转予撒母耳。伊嘛知上帝对伊讲的遐个话嘛要实现啊，所以伊才会对撒母耳讲，伊是上主，上主会照伊看最好的去做。当撒母耳将上帝的话宣布予以利的时，就开始伊先知的职分。伫遮有一个真有意思的文学的用语。圣经讲，撒母耳伊早起天光困起来时，伊开上帝的殿门。当然，这是伊做学生真日常的工课。伊嘛无因为昨暝互上帝吵几夜摆，就赖床就晚晚起。伊要按照这个时间去开圣殿的门。但是伫遮有一个上灵的意义。当撒母耳将圣殿的门拍开，互光照入来，伊就成做上帝甲人中间的沟通的一个角色。伊要带互迄个时代一个新的愿望。兄弟姊妹，当咱领受呼召，一定会亲像撒母耳的迄种惊吓甲怀疑，哪有可能是我？我是要安怎做遮个代志咧？亲像我拄入去神学院的第一年，就拄着我的宿舍火灾，我打买的全新的册拢烧了了。迄时我自我怀疑讲，可能是上帝无爱我读神学院。毕业了后，我互派到一个拄开拓无几年的教会伫遐做传道。教会无钱无舞会，甚至我的小会议长叫我将发展基金拢用了了。迄时我嘛真怀疑，到底我是伫做甚物？伫做牧师的20年，嘛定定拄着真恶担当的难题。我嘛定定会惊到咧问上帝讲：上帝你呼召我，但是你若无来处理即个代志，互我遐尔艰苦咧。但是非常奇妙的是，伫遮个声音出现了后，上帝甲人的帮助甲安慰拢会入来。互我感受到讲，我的性命就亲像诗篇23篇所讲的：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我虽然软正，但是我的上帝互我通倚靠。兄弟姊妹，真做一个勇敢的奴仆，毋是咱生落来就有的一个能力，是咱伫服侍过程中间不断去回想上帝的信息。不断去回想上帝过去的带领，上帝的应允，咱的勇气才会慢慢生出来，并且这个勇气随时嘛有可能会救回去。但是我相信，伫撒母耳伊了后的服侍，伫面对极大艰难的时刻，这个12岁的经验会带予伊无限的一个气力。所以咱嘛毋通看轻任何一摆甲上帝有接触的属灵的经验，这个经验可能发生伫你读圣经，伫你的祈祷，伫你参与教会的礼拜中间，上帝拢有可能会使用伊来成做呼召你的方法，来成做你服侍勇气的来源。所以咱毋免惊，因为上帝呼召的人，伊绝对袂等伊伫边啊。上帝亲自塑造伊要使用的人，就亲像伊塑造咱，亲像伊塑造撒母耳同款。所以19节，互咱看到撒母耳渐渐大汉。撒母耳毋但是身躯的大汉，伊的智慧、伊的灵命嘛同款在成长。所以上帝立伊做先知，上帝甲伊同在，互伊所讲出来的话，逐句拢实现。这证明撒母耳确实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。兄弟姊妹，每一个时代拢有假的先知的存在。这假的先知嘛会讲虚话的话，甚至嘛会行新约奇事。但是因所讲的，毋是所有的代志拢会实现。伫申命记18章22节，有就教咱安怎分别这个假的先知。伊伫遮讲，先知奉上主的名传达的话，若无实现、无应验，这就毋是上主的话，是迄个先知大主大义讲的，恁毋免惊伊。
咱看见即个时代有偌济假先知，因伫遐讲上帝要阁来啊，因伫遐讲耶稣要阁来啊，迄个世界末日要到啊，甚至迄个日期因拢讲甲真清楚，但是敢有实现咧？无。但是咱看见圣经甲咱讲，撒母耳伊所传的是对上帝遐来的，所以逐句拢实现。撒母耳做先知的时代是一个真黑暗的时代，但是撒母耳伊愿意讲出上帝爱伊讲的话，无温柔、无好听的话，这是因为伊伫伊养成的过程中间，上帝一步一步的塑造甲带领。咱若回想撒母耳伊的成长，无一项事是无意义的呢。伊的妈妈是一个敬虔的妇女，愿意将这个真无容易得来的后生献予上帝。这个妈妈嘛，每一年会替撒母耳做一领衫，来献祭时顺续摕予撒母耳，互撒母耳会当享受到亲情甲老母的疼。当撒母耳伫圣殿的内面。当然，伊嘛会看见祭司以利两个后生的匪类，但是伊无学习因呢，伊敬请，伊顺服，伊温群，伊嘛学习律法，学习献祭的规矩。所以，上帝伫伊成长的过程来养成伊，备办伊，成做适合使用的工人。上帝呼召真正非常奇妙，咱人无法度去测度上帝的业力。就亲像罗马书有讲，万项事互相运作，互遐听上帝的人，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，拢有利益。毋但撒母耳，圣经也是历史内面所有互上帝使用的人，拢毋是生落来就是信心的老爸，拢毋是一出现就是属灵的大汉人。这些人拢是伫爬起来，佮跋倒。爬起来，佮跋倒的中间，蹒跚前行，也真艰苦会来向前行。但是，这些人拢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就是因谦卑，因愿意顺服学习，愿意互上帝拍破，愿意互上帝来塑造。咱来看耶稣的学生彼得，伊上有自信，敢若是12个学生中间的班长。但是耶稣互人卖迄面。加咧叫以后，伊的自信规个崩盘。伊才发现，原来伊毋是亲像伊家己所想的，哈尔啊相信耶稣，哈尔啊勇敢。但是伫耶稣过活了后，3摆问彼得讲：“你有听我无？你有听我无？你有听我无？”彼得定心来得到塑造，伊将家己交予耶稣。保罗嘛是。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伊伫大马色的路里，伊准备要去掠基督徒的时，互耶稣呼召。但是这个呼召互伊变做痴迷，伊啥物拢看无，需要别人牵伊，伊才会当行。并且，这个声佫爱伊去接受一个叫做阿那尼亚的基督徒的教导，这非常大的冲击呢。一个犹太教的精英。过去伊的目睭是用来读律法的，过去伊是在牵教这犹太信徒的，哪有需要人来牵伊，哪有需要人来教伊？但是上帝用安尼方式破除伊的骄傲，互伊知影伊爱对头开始。后来保罗起造教会，将福音带到外邦人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愿意勇敢领受上帝的呼召。其他上帝就会负责，上帝就会起造咱，互咱哪来哪合伫伊的路用。当然，接受呼召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咱一定要离开咱舒适的所在。但是上帝应允，伊会甲咱同在，伊会供应。咱需要做的就是顺探，咱需要做的就是跟地。搁一概强调，呼召毋是去读神学院，毋是去做宣教师，才叫做呼召。上帝的呼召是咱全人的，上帝伊要使用咱的一生。上帝的呼召嘛是全面的，
伊爱咱用咱生活每一个层面来回应伊。所以咱会当详细来查看，伫咱四周围有甚物款的所在需要咱，有甚物代志是咱会当做的。当然，咱爱先祈祷，咱爱找咱属灵的领袖来参详，然后咱就勇敢去行吧。希望讲咱会当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兄弟姊妹，上帝需要真侪工人来甲伊三甲做工。这毋是上帝无气力，伊才需要人，但是上帝要互咱伫甲伊同工的过程，看见伊的奇妙，看见伊的奥妙。所以咱教会真侪的所在，真侪的事工，拢需要足侪人来做伙同工。咱有社区的事工，咱伫公园跳赞美操，咱伫学校带生命教育，咱伫咱的教会伫带遮的真特别的遮囡仔，咱有上年大学的遮年长的人需要关心，咱有太多事工需要兄弟姊妹做伙同心，做伙来做。但是你敢愿意接受咱的呼召？希望讲咱会当将今仔日这段撒母耳互呼召经文藏伫咱的内心，咱继续来面对上帝的呼召，求上帝赏赐互咱勇气，会当来回应伊。主啊，你的奴仆伫遮，我伫听，请你垂听我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愿恳求你呼召撒母耳的声，也共款地呼召阮。主愿知呼召毋若是去读神学院，毋若是去做宣教师。你呼召阮伫阮的职场，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社区，伫阮的社会，甚至伫阮的国家。主恳求你使用阮伫无共款的位置，互阮所接触每一个人，都当看见阮是一个受差遣的人。恳求你使用阮，帮助阮。当阮对生活真累积、失去信心的时，恳求你搁一届加添你的气力，互阮知你差遣阮的时，你会备办所有阮需要一切。阮将阮家己献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来使用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